作為港深融合嘅橋頭堡，羅湖呢個黃金思維，今日要同各位拆解佢係未來嘅戰略地位。深圳作為全國內陸經濟第3大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咁優化與融合，已經形成咗以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同信息服務業為主嘅現代產業體系。其服務業增加值佔第3產業嘅比重係達到咗76.3% 咁多㗎。好似大家耳熟能詳嘅騰訊、華為、大疆、比亞迪、中興、富士康、順豐等，都係立足於深圳，並逐漸壯大成為世界級知名企業家。可以講，深圳擁有成熟嘅產業配套與政策扶持，尤其在當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嘅背景下，深圳憑借與香港嘅地理毗鄰優勢及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嘅頂層規劃，正成為國家深化改革開放、探索制度型開放嘅重要試驗場。河套合作區係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定位嘅跨境合作平台。目前深圳園區已落地超200個高端科研項目，吸引咗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等5所高校設立研發平台，匯聚超1.5萬科技人才，形成咗 AI、生命健康等領域嘅創新集群。可以預見，未來羅湖河套就係深港聯動嘅核心樞紐。羅湖採用3大通港口岸：羅湖、文錦渡、蓮塘，加上新皇崗口岸即將竣工通行，並接入軌道交通，依託龐大嘅口岸流量及特有嘅港式商圈，加上新興嘅跨境直播等消費場景，羅湖核心商圈必將成為世界級地標。深圳14.5狂抌2600億升級羅湖，港府北部都會區同深方口岸經濟帶規劃重疊度超75%，呢條邊界線即將變金線。南湖船圃街舊改，賽屋圍金融中心，華潤湖背舊改，3大引擎2026年前陸續兌現。河套科技園加羅湖科技小鎮組成跨境實驗室，港企入駐可同時享受深圳15%企業所得稅，加香港國際化專利保護。據官網統計，係有超過4萬香港居民常駐羅湖，約有6400間港資企業在此經營。可以講，羅湖同香港係有着長期嘅產業協同合作基礎。同時，羅湖政府都正式發布咗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以9.5平方公里嘅口岸片區為核心，加快港深融合步伐，打造深港現代商貿升級合作區。無論係交通、政策、基建，亦或是係合作基礎，羅湖在港深融合嘅道路上，明顯已經與其他地區拉開咗差距。跨境服務加科創加消費樞紐，作為羅湖推動深港融合嘅創新制度，未來巨大嘅發展空間已經無需多言啦。同樣30分鐘到中環，北區樓價18萬一方，呢度單價2萬起，俾住你會點揀呢？